繁榮嘅城市背後咧，有唔少嘅血汗同埋生命去付出代價。我哋今日咧請咗阿梁嚟同我哋分享下，只有14% 女性參與嘅建築業嘅工作情況。從事建築業咧，大概都有50年㗎啦。50年。初頭嗰20幾年啦，20年左右啦，都係做建築地盤嘅。咁收尾有啲機會俾我轉咗過去做裝修啦。咁最近呢10年8年都係兩樣都騎下撈下啦。咁仲會走去教下班添。咁建築地盤咧就分好多個工種嘅，咁你做嘅係乜嘢工種咧？我做木模啦，即係釘板咯。係釘板之前個工序同釘板之後嘅工序係咩嚟㗎？嗰個建築物咧，呢啲牆就紮鐵嘅紮先啦，咁然後我哋去封咗啲牆啦，咁做埋個樓面，咁跟住落嚟嘅咧就係紮鐵師傅上樓面紮鐵咯。做釘板，因為頭先都講啦，高空工作嚇，啲嘢又重，時間又短，你個人又急，你唔急做唔到。咁地方又唔係執得咁好啦，咁所以幾十年嚟都係一個最高傷亡嘅行業嚟嘅。我想知道咧，其實咧，你有冇受過傷啦，或者有啲咩傷患啊咁樣樣？有㗎，最嚴重就係喺3樓跌咗落街啦，導致個頭兩個眉心嗰度啦。好彩淨係揩到眉心，揩尾一啲眼都勾埋出嚟㗎啦。再數落去啦，骨板移位啦，因為嗰次跌落去骨板移位啦。咁另外嘅一單兩單嘅工傷啦，咁就係我兩個膝頭咧，而家都係響嘅。咁仲有手指啦，手指又曾經斷過啦，就走咗位添咁樣。我成日都叫啲後生仔唔好去搏，冇嘢需要用條命去搏，冇嘢需要用健康去搏。咧同我哋講下咧，喺建築地盤裡面嘅一啲嘅提供俾工友嘅安全措施啦，或者係你可以有嘅訓練啦咁樣樣。每個工人入職嘅時候都有個入職安全訓練嘅。咁喺個訓練嘅其中一部分咧，有張收貨單嚇，咁制服啊、反光衫啦、安全帽啦、安全帶啦。咁咧通常都係叫你剔晒佢，一陣間你老細會俾你㗎啦。咁反光衫好多時都真係嗰陣時就俾嘅。但係嗰啲衫係着嚟開工咧好辛苦，一着落去你覺得好熱咯，唔知佢係咩物料啦。咁就同時咧2個鐘頭後咧，你就發覺自己好臭嘅。我自己咧，我要沖個身先去食飯嘅，因為我行出街食飯，好唔中意人哋避開我。我都係人嚟噶嘛，講下都有尊嚴噶嘛，係嘛？咁就盡量唔着咯。成日話俾你聽要用安全帶，好啊，有安全帶又俾你。嗰條繩咧，法例係每條繩都係得1個人用。而家嘅現實咧，每條繩係抌到落街咧，我唔理你7、8個人好。下邊個師傅行左邊，你要行右邊，咁咪同個師傅扯大纜啦要。而家嘅先進啲嘅機械，其實係咪都有幫助工友去減少一啲嘅風險咧？機械方面冇錯係減少咗啲勞力咯，少咗勞力自然嗰個整親啊個機會都係細啲嘅。但係呢行始終都係快就攞命，將嗰啲工序壓縮喺一個有限嘅時間空間裏邊，
一路係咁追住你，你自己都有時會真係會亂。嗯。咁所以傷亡係嗰個原因，其實就係趕，乜嘢工程都講趕，一話我後日要用㗎啦，咁咪趕傻你咯。慢咗啲咧都會唔請嘅。我見到咧統計處出嚟嗰個數字咧，全個建築業咧得14% 係女性嘅。咁你估呢啲女性咧，其實喺邊一個位置啊？你見到嘅係邊個位置啊？釘板就好少，紮鐵就據我所知有幾個啦，搭棚都有幾個，咁就雜工啊，泥水嘅女工咧又比較多啲，雜工同泥水嘅女工，同埋清潔工啦，嗰種。點解佢哋只係做呢啲啊？你哋人工高啲嘅喎。就係因為我嗰啲氣力都出多好多嘅，我可以話我哋做釘板嘅翻地盤根本就我唔覺得係做嘢係嘔鬥，因為快得好交關要好快嘅。要好快。而家市道困難就唔好講啦。如果市道好嗰陣時咧，平均一個單位1日半，你話快成點咯？咁呢個單位咧一工半人，即係一間屋喎。一日半咯。唔理一個人好兩個人好，第二日就要起好個面咧，上鐵㗎啦。可能女性係體力弱啲啦，又或者老實講，如果我家老夫人話出去做釘板，我梗唔得啦，做死人咩咁？驚唔驚佢釘埋？係啊，危險啊嘛！係咪香港嘅男人其實唔想你身邊嘅女人做地盤啊？大部分危險啦嚇，你要湊細路嘅，你受咗傷點算啊？好嘛？即係你屋企個女人嘅功能係為咗湊細路。咁如果你受咗傷，邊個幫佢湊細路啊？我受咗傷，就受咗傷㗎啦。建築工人係咁㗎啦，即係我成日都講句好難聽嘅嘢，人窮命賤，係喎，冇人捨得屋企嘅女人受傷㗎。冇人捨得屋企嘅男人受傷㗎。冇人捨得屋企嘅仔丈夫受傷㗎。傳統不過，即係男人就傷多幾錢都冇所謂。係咯，幾賤啊！你話？我咧知道咧，你曾經教過一啲建築地盤嘅工藝班嘅。咁咧，既然係訓練啫嘛，上堂啫嘛，咁其實咧有幾多女性咧會去報讀㗎？我做咗9年，一個都冇。佢嘅宣傳可能係唔係俾地盤工人睇嘅，唔貼地，我覺得啦。你睇佢嘅宣傳，成紮工人、成紮人，管理階層揸住張圖，戴住白帽，指住嗰個建築工地咁，你去宣傳釘板，你去宣傳紮鐵，係咪天馬行空？係咪唔貼地咧？加入呢個行業嘅女性咧，其實佢有啲乜嘢嘅面對要準備啊？好多時嗰個工地冇咁多地方俾你換衫㗎喎，好多時係一個貨櫃咁又男又女，咁點咧？輪住嚟咯。喂，女人先翻齊未？你哋換咗先咁咯。咁都仲還解決到。廁所呢樣嘢就攞命啲啦，因為廁所其實根據法例咧，唔知幾多層咧，就要俾個廁所你嘅。但係你諗下，嗰幾層樓有幾多人開工咯？俾1-2格你夠唔夠用咯？係咪個個用廁所都用得咁乾淨咯？咁我哋男士匿埋一邊咯，女士點匿埋一邊啫？所以如果入到去地盤，想去揾洗手間，可能要去所講嘅寫字樓先揾到嘅咯喎。寫字樓你行3個字去好冇？去到賴咗啦。咁講到
收工咁，你想沖個身咧，其實女士嚟講都有啲艱難㗎啦。揾條毛巾抹抹就得，就已經係當 OK 㗎啦。咁有時我哋啲工友呢個男士咧，真係會口花花嘅，講咗自己諗到嘅嘢係講㗎啦，咁唔會過濾一下啦，唔會諗人哋嘅感受啦。咁嗰位女士靚啲嘅嗰日着條褲窄啲咁，佢都會乜，佢就會可能諗到嗰句就講嗰句咯，會撩佢咯。咁所以佢個日子會難過一啲嘅。即係話咧，呢啲咁不禮貌或者甚至牽涉性騷擾嘅言語咧，其實係會傳染嘅喎，係咪啊？會啊！你撩得我都撩得啦。我諗下次可以提下呢啲男人，如果嗰個係你嘅女或者係你嘅伴侶，咁你仲會唔會想人哋咁撩佢咧？咁可以咁提下嘅喎。以前我都有嘅，日喺地盤，喂，唔好咁啊！人哋都係做嘢啫，咁咯。我哋聽完阿梁講，發現有兩個問題。口花花固然對女性嚟講係唔舒服，即使佢作為男性咧，都會覺得唔妥當。工地上面嘅設施係影響到女性嘅參與。另一方面，工業安全唔係單只係講法例，係好實際嘅。小如一件反光衣是否透氣，亦都影響到工友佢穿着嘅決心。公司唔應該咧，只係滿足商業上嘅需求，應該認真去檢視工地裏面嘅設施同埋操作嘅問題。冇嘢係需要揾命搏嘅。